想要学客家话吗？来看看屏东林洛国小的小朋友，他们是怎么样学的。其实呢，林洛国小的歌谣班非常的有名，因为他们录制的学客话专辑已经入围了2008年的金曲奖。而林洛国小的孩子努力还不仅仅如此，他们成立了客家儿童歌舞剧团、口说艺术团，另外连客家美食的教学也放入课程当中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他们努力延续客家文化。肢体动作很丰富，唱起客家歌谣更是字正腔圆。屏东林洛国小的客家歌谣班表演活力十足，也让他们在比赛中屡战屡胜。声音北开10，声音弄，你们太挤了啊，够了一些吧。一次又一次的重来，学习不怕辛苦，所以在音乐家傅明雄老师的协助之下，他们还完成了学客话的专辑，不但备受好评，还一举入围了2008年的金曲奖。虽然最后没有抱回金曲奖，但是入围就是肯定。而为了要延续小朋友对音乐的热情，学校还利用客家歌谣为核心，编了一出歌舞剧，正式成立客家儿童歌舞剧团。有生动的表演，诠释客家故事，举手投足都很到位。生活化的客家戏曲，再搭配歌谣舞动身体，这样的连结在屏东县可是创举。林洛国小推动客家文化的努力不只是这样，连口号艺术也没少。好，开始。打竹板、念蓬头，别以为这些全是客家小朋友，当中还有闽南人。我们学校从幼稚园开始就推动所谓前进式的客语教学，所以有些是闽南人，但是他们孩子送到这里也是要让孩子学客家话，所以我们的孩子都会说客家话。客家美食也能拿来当课程，不但可以看到擂茶文化，连爆米香也走进校园。很有临场感的文化教学，小朋友能吃也能了解爆米香的由来、传统跟历史。一节拍一谚语，尽现客家文化传承的节奏。擂茶配着爆米香，享受客庄生活幸福的滋味，不自觉爱上客家。当林洛的孩子们歌而优则演，入围的悸动伴随着感动时刻。